美国是咱台湾第二大的外销的国家，即卖呢，煞予美国甲咱扣32%的关税。或者是表示讲，咱的出口产业是会受到正大的影响。台湾经济成长率这3%可能是保袂掉啊。另外，咱的6大传统产业，包括着石化、纺织、做鞋啊，也有钢铁等等，即卖嘛受到正大的冲击。美国伫当地时间4月初2公布全球对顶关税了后，因为台股也搁伫休市，啊，毋过日韩股市4月初4也是继续大落，日经指数以落431.27点开出，南韩综合指数开盘嘛落超过1%，持续受到影响。台湾税率达到32%，学者嘛推算出出口严禁要熄火，寒冬要到啊。包括美国自己，所以说。今年这个要达标可能有蛮大的困难。真正担心的已经不是美国的经济了，整个世界的金融系统可能会出现大的动荡。政大教授温乃平提醒，川普政策予美经无稳定，直接影响全球的经济。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嘛分析，台湾整体经济结构，出口伫 GDP 占比都有65%至75%，对美国的依存度都达到15%至20%。只要对美国出口衰退，国家民间投资若是转移到美国，经济成长率可能降到2%以下，恐惊较歹保价3%。职业啦、工具机业啦、机械工业啦，化工产业都受影响，所以我想，台湾的经济会受影响 ，GDP 可能不能照预期的2% 的增长了。除了外界烦恼电子业，台江重要经济动能包含石化、纺织、做鞋、工具机、自动车，也有钢铁，6大产业也因为拢伫东西的东南亚国家有布局，也成为这个大灾区。工具机工会表示，美国是台湾工具机出口的第2大市场，2024年的占比差不多15%，关键零组件出口占比嘛达到7%。高关税政策一定会冲击产业的竞争力，呼吁中央积极甲美方来协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